今仔北部只有桃园市宣布讲全市停班停课，市政府是指出讲桃园沿海的风是比新竹甲新北市搁较透，所以搁有考虑到分区放假恐惊会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所以才会宣布讲全市放风台假。风台瓦近，台北市干那山区12个里停班停课，新北市有7区停班停课，干那桃园市宣布规个市停班停课。 是这去甲桃园、甲新北的交界，桃园永过敢若隔壁尔，毋过一边有叶，一边无叶，大部分的民众拢感觉无啥风雨。这一条线过去又是桃园，我们快知道，没上班就没有什么上班族啊，差了将近有1/3。毋那路人人真少，透早机场坐运通勤的乘客嘛减真济，毋过也受袂少桃园人爱坐车去台北上班。 下去上课，因为台北没放假，风雨又还好，没有到很大。我去台北上班，就是我去打工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桃园市平均的风力是5级至6级，上大的阵风是8级至9级。外海的陆地、大园、观音甲新屋平均的风力是6级至7级，上大的阵风9级至10级。透风的情形甲7月初丹那市风台来同款。另一届是分区歇风台假。 这一届是规个桃园市拢歇，嘛引起讨论。不止达标，还比这个下限高了1级。第二，考虑到我们桃园几个沿海区跟非沿海区通勤通学的这个现象非常的密集。针对桃园停班停课引起议论，市府讲桃园沿海透风的情形明显比新竹甲新北较大，而且考虑毋是休热的期间。 那分区休困，可能的占比真快。甲7月初丹那市风台来，采分区停班停课的情形无共款。此当时平地透风要达到休风台假的标准，还阁有一段距离。加上迄当阵是休热，影响相对有限。记者综合报道。